新竹地区规模最大的客庄宅院刘氏双堂屋，目前是限定古迹。2堂6横的合院宅邸，外观气派，却不失客庄朴实特性。其中的风水布局巧妙藏在建筑细节里。它屋檐是向内倾斜的啊。那为什么要向内倾斜？最重要就是要符合风水学上的聚气、聚财、聚气。宋朝祖先刘安世的家训，时刻提醒后代子孙不忘刚正不阿的美德。偌大的建筑群走在其间，值得再三细细品味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所以每次来我都会看到东想西啊，尤其是这个建筑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都会去注意它。经过10年分批建造，部分房舍偏离直线，当初美丽的错误，如今却成为故事话题。这一块补上来，然后把那边的点拉到最后面这个直线呢，就整齐了。这个就是这个建筑很特别的一个地方。1983年重建屋后家族墓园，龙头造型是全台唯一的奇景。每逢清明扫墓，子孙千人同时祭祖，规模盛大。先祖刘邦、刘备那些都是当过皇帝的，所以他们刘家采用这个墓园的颜色也是采用黄色的，符合传统的规矩。围绕宗祠居住的建筑，强化客庄家族精神。珍贵的传统价值与精神，就在刘氏双堂屋中，时时提醒后人。上课喽！看到董上西，看到董上西，看到董上西。